喂，有沒有人想買？有冇人啊？我攞咗一個咧超癲嘅爺爺嘅合作爺爺食開嘅呢一個咧療身啊，去，把爺爺吃的療身給我拿過來。爺爺養生啊，對。後邊啲袋講晒未？後邊呢一堆都未講嘅，係啦。你有中意嘅，你可以咧自己點啊。兒媳婦是中國人嘛，他兒子娶的，而且他就吃這個給他帶的，好好味啊！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大連嘅療身咧係最出名噶啦，蛋白質又夠高，爺爺咧呢一個咧佢養生嘅呢一個嘢嚟噶，有冇人有興趣啊？全部都係咧呢一個咧即刻咧留起上嚟，即刻咧涼鞋好多啊 ！AB 周，你着咩碼數啊？你着咩碼數？你話俾我聽，我即刻咧去揾你嘅碼數出嚟俾你啊！就咁呢一個咧係咧即時打開即時食，我剛剛吃了一條，肚子很餓，好好吃，好好食啊 ！QQ 彈彈嘅，同埋咧我哋唔需要再發噶啦，佢已經咧係整好晒咧冷藏嘅，跟住咧就可以咧呢一個咧攞出嚟咧解完凍之後即刻食得噶。他們啊，他生完 baby 就要得再補啊。所有人女生都要補啦，不只是他啦。有興趣冇？大家有興趣打個333啊！我哋咧睇下咧爺爺咧，因為我頭先咧試完之後真係覺得好好味啊，同埋咧 QQ 彈彈又係咧呢一個咧超方便，好似我呢啲啦，又唔識煮飯啦，又唔識咩點樣發啊，點樣做啊，就咁直接一日食一條就得噶啦。佢話爺爺話咧佢朝食一條啊。超好啊！直接咧佢咧係大連嘅呢一個咧，直接咧呢一個咧採直接咧呢一個寄翻嚟啊！有冇興趣？有冇興趣啊？有興趣咧，我哋咧同爺爺攞優惠先。好吃啊！真係好食啊！咁樣一版啊，海參啊，療身啊，它叫。大連刺身啊，因為它這款比海參嚟㗎係喎，是意大利的啊，不是澳大加拿大，比加拿大即食㗎。我頭先啱食咗一條啊，勁正啊 ，QQ 彈彈，膠原蛋白咧又高，唉，咩？需要放零食櫃，擺冰格，食嘅時候攞出嚟咧解雪。就即刻咧食得噶啦 ，OK， 擺冰格啊，拿過來，超正啊！有咩味道？我食個時候咧係咧味道冇乜味道，少少呢一個咧咩啊？少少呢一個咧同埋咧個口感咧係咧 QQ 彈彈嘅，勁正啊！你吃，他拿了過來沒有？我剛剛吃了整條吃了，真的好吃啊！對，你再稍等他去啊，稍等啊，但是不知道價格哦。對呀，問一下價格啊，問一下價格。好正，同埋咧真係咧營養價值超高啊！打開啊！不是啊，大連療身啊！同埋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咧冇經過呢一個咧咩？冇經過咧爺爺咧係冇經過咧咩中間人啊乜嘢，佢直接咧就係咧大連嗰度咧大落貨咧翻嚟噶。他說他去那個人家的工廠自己那個什麼養殖場拿出來的啊，佢係人哋咧養殖廠咧攞出嚟嘅，因為咧佢公司嗰個咧。經理咧係咧即係他公司的那個經理負責人是什麼？養殖場，自己的養殖場。對的。即係佢公司嘅負責嘅經理。家族從以前到代代相傳，爺爺輩啊都是在做這個的。佢咧呢一個佢間公司嘅經理，佢咧屋企咧係咧做呢一個咧療身嘅。即係自己咧係成個屋家族都係做呢啲嘅。佢咧呢一個咧係佢哋海盜咧一流出嚟咧，都係自己落海流啦，跟住咧
自己咧做呢一個包裝啊，一條龍自己出嚟，所以佢冇經過其他，係啦，冇經過其他，佢都係咧廠咧跟住咧再批發出去俾咧啲鋪頭啊嗰啲嘅，所以爺爺咧都係佢哋自己一手咧即係攞咧，所以佢先會食噶。爺爺，你看他70多歲，他會看得很年輕啊。佢70幾歲咧，睇上去咧，什麼都精神啊，樣樣真係好好噶。咁我睇下咧呢一個大連遼參嘅呢一個功效啊，講下又冇啦啦講過呢個。真係好好，因為頭先我好肚餓啊，又今朝我哋食完嘢咧就冇食嘢，跟住咧頭先咧就趕住咧直播咧踩落嚟啊！增強免疫力的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咧係大連嘅即食嘅呢一個咧海參啊。好，咁啊講緊咧呢一個咧，講緊咧呢一個咧，海參嘅肉質啦，同埋咧飽滿嘅，同埋咧海參咧每一個咧啲刺咧都係咧呢一個好明顯啊！口感咧係 Q Q 彈彈，超正嘅。